主啊，我甲家己交托伫你的手中。主，搁再一届因着你的疼痛，所以我向你求，我敬拜你，享受迄个互我绝对敬拜你的心，绝对降服你的心。上帝啊，享受我伫你的内面清气的心肝，享受我伫这个世界会当自信看到你的荣耀，来做讨你欢喜的代志。每一项代志，独独自信伫永远的价值、永远的判断。我的主，我的上帝，为着今仔日，阮通三甲做伙，伫你的面前，同齐来敬拜，同齐来服侍，同齐来献祭。亲爱的天父，阮向你求你来到阮当中，求你施恩，求你怜悯，求你来到阮当中接受阮的敬拜。求你伫阮当中施行你的救恩，互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，拢对你来得到敬信，除去活命的软弱，有基督的刚强伫阮的内面，除去病痛，有基督的医治甲恢复伫阮的身体甲灵魂，伫上帝你的疼内底，互今仔日的敬拜，互今仔日的诗曲。真侪一个芳芳的祭，伫主你的面前望业力，免得阮伫这个所在空空无用，乃是阮伫这个所在会通实实在在将阮家己献互你，得你的欢喜，得你的欢喜，得你的欢喜，因为你是赦免世间人的上帝，是赐恩互敬畏你的人的上帝。是用你的慈爱呼召吸引你正之路的天父，阮感谢主，将荣光归你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。主，阮将家己交托你的手中，阮感谢你所享受一切丰盛的恩典，存着敬虔甲感恩的心，阮进入你的殿中。伫你的言语向你发声，愿父上帝因着基督的救恩以及圣灵运行的同在，来引带阮、业立阮、欢喜阮伫你面前的自责，互这个时刻真侪主你所。我上帝掌管，主耶和华，我的上帝，我的王。心要活靠你，都靠你的人拢免惊吓，听候你的人拢得胜。愿你受尊重，归主天，你的荣耀愿归全地。万有你伫你的帮，万国万民拢敬拜你。你是独一奇妙的上帝，你的手万事拢会。我心要坚定，我嘴要歌颂。耶和华上帝将愿你受尊重，愿你受尊重，愿归主天，你的荣耀愿归全地，你统管万有，你伫你的帮，万国万民拢敬拜你。咱三甲做伙开声来祈祷。如果耶和华上帝是全地主，如果伊的荣光悬过全地，如果伊治理列邦，
如果伫个手内底万事拢会，安尼这位的上帝，你要献什么货来甲伊三甲徛起？你要用什么来尊荣伊？咱一起三甲做伙开声，将家己献予咱的主、咱的上帝，将着咱的活命，予伊来路用。你会看见，你的心会坚定，你的嘴会挂上，你会经历上帝绝对关联的祝福伫其中。开声来祈祷，来奉献，来感谢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荣耀的主上帝，你伫阮当中行奇妙搁奇妙的代志，阮所有来到伫你的殿中。主啊，阮要将一切颂赞而乐归于你。圣灵啊，来开阔阮的心，来引带阮，互阮伫你的内面是平安的，互阮伫你的内面是我靠你来行的。主啊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因为你伫阮当中是安尼大有能力的，是你甲阮三角徛起的。主啊，保守引带阮，是你万事拢会，你会当互这个来成立，互这个伫其中来关关徛起。上帝，阮将颂赞、学乐、荣光，拢要归于你，拢要归于你，归于荣光的主，归于万王的王。万主的主，愿感谢你，因为你堪受一切敬拜，唯独你伫万王之王之上。感谢你，感谢你的听，感谢你呼救卑微的人，感谢你甲你的百姓三甲徛起。感谢主，将荣光归于你，靠主耶稣圣名。我心可主，无论我伫倒位，是伫地面，也是大海中，每日经有全仰望主，主比天变得较宽广。我心可主。
伫地面，也是大海中，每日景物，全用望主，主并伊白着较看顾保护，我心靠主，真在主看顾我，无论曠野也是光荣保护，主是阮的，互我安稳，主并伊白着较看顾保护。野地的花，天白遥久看过，空中的鹰鸟，伊也指示道路。日望云顶比这较深，主比天白的确看顾保护。野地的花，天白遥久看过，空中的鹰，伊也指示道路。更加丰盛，主比天白着较看顾保护，我心靠主，真在主看顾我，无论曠野也是光荣保护，主是阮的。空中的鹰，伊也指示道路，我望主恩，更加丰盛，主比天白着较看顾保护，我心靠主，真在主看顾我。伊是主全能的上帝，亲自看顾咱，咱来到伊的面前，
将着咱家己完全奉献予伊。主耶稣，我要来到你面前，献上我的人，献出我的心，深深思慕你，诚心敬拜你，称颂了你的名。主耶稣，我要来到你面前，永远袂怀疑，永远袂转移，因为你是我坚固的石磐，是我安稳的靠岸。你想思
耶和华，你是阮的牧者，你的话照明阮的道路，互阮无跌到绊倒，互阮无行入危险内底。你的律法全备精英人的心，你互愚妄的人有智慧，因为伊遵行你的话语，就对着愚妄当中得到聪明。你的话劝活人的心，你的命令拢是清气。你应允守条你话的人，就大大得到赏赐。上帝。因为你的话，阮知影家己的错误，晓得阮的罪恶，并因为你的话，阮知影会当对基督得到赦免，对基督得到拯救，对圣灵来得到力量，互阮因为圣灵的同在，就无犯任意滥散罪的罪。主，感谢你的听，因为你用你的话洁净阮。你用你的话讨放阮，互阮得到完全免犯大罪。耶和华上帝，你是阮的磐石，是阮的倚靠，是阮的救赎主。愿阮心中的意念、口中的言语，伫你的眼前望你悦纳。愿阮的年日伫你的面前望保守。愿阮一生得你的引带，直到见你的日子，得你的称赞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。阿门。同齐用主教示咱的祈祷，同心来祈祷，请。阮伫天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愿你的国临到，愿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人亲像伫天人。阮的日息今仔日赏赐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得带阮入地去，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到代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这是咱要三甲做伙来看《启应文》第6篇，《启应文》第6篇，我来启，请兄弟来用好的部分，咱同心来上读。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啥事离弃我？为什么远离你无救我，无听我哀怨的言语？我的上帝啊，我日时呼求你无应允，夜间呼求你无点。但你是圣洁的，是用以色列的儿女做宝座的，求你唔通远离我。因为急难临近了，无人帮助我。遣雷为着我，恶党权势我。因插了我的手，我的脚，我的骨头我拢会当算过。因入目来看着我，因分我的外衫，为我的内衫抽口。耶和华，求你唔通远离我的救主啊！求你紧来帮助我。我要将你的名传予我的兄弟。伫会中，我要学你。恁敬畏耶和华的人，学了伊。阿门。愿上帝赐恩伫每一位尊敬伊话语的正儿女。咱请掀开周报第4面，咱同齐做伙来上读今仔日主要的一寡经文。伫这月日，咱会用全部的时间来看《使徒行传》，所以邀请兄弟姊妹伫这月日会当有更较侪的时间来上读《使徒行传》，因为咱若是甲圣经读互伊熟，安尼当讲台顶咧分享信息的时阵，咱嘛会更较清楚、更较明白。咱来看周报第4面，看一寡今仔日咱主要要上读的经文，咱同齐做伙来读，请。总是我将真情甲恁讲，我去是甲恁有利益的。我若无去，保惠师就无到恁遮里来；我若去，就找伊来。伊既然来了，就要互世间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家己，责备家己。为罪是因为伊无信我；为义是因为我往爸遐里去，恁就无搁再见我。
为审判，是因为这个世界王受了审判。神的人拢伫一位，凡米公用，并且卖了产产，家业照逐人所需要的分互逐人。因日日同心合意，行切伫殿内，并且伫家中陪伴，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，学了上帝伫正面的喜爱。主将得救的人日日加福音。迄时，犹太、加利利、撒玛利亚，逐位的教会拢得平安，受建立。凡事敬畏主，望圣灵的安慰，人数就增加了。因为主捌安尼吩咐咱讲：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，互你施行救恩，直到地极。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，学了上帝的道。见若有定得永生的人，拢信了。对安尼，主的话传遍了迄一带所在。因经过各城，甲耶路撒冷使徒甲长老所定的规条，交互因遵守。对安尼，正教会信心哪发坚固，人数日日加添。见若住伫以弗所的，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，拢知影这一事，也拢惊吓。主耶稣的名，对安尼就尊大了。也已经信的，侪有人来承认述说家己所行的事。上来行邪术的，也有真侪人甲册摕来，对这伫众人面前分销。因小更册的计数，就知影拢共合5万块。主会道大大兴旺，并且得胜，就是安尼。所以恁着知上帝的救恩。如今传互外邦人，因也要听受。保罗听了讲了这话，犹太人议论纷纷，就走了。保罗伫家己所租的房屋内面待了足足2年。见若来见伊的人，伊全部拢接待，放胆传讲上帝的道，将主耶稣基督的代志教导人，并无有人禁止。搁再一届，咱三甲额头来祈祷。主上帝，愿伫即时，搁再一届，因为你的疼痛，自集伫你的殿中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你，将你应允话命的话语赏赐予阮。主圣灵，愿向你恳求，伫即时伫阮当中运行，进入阮每一个人的心，每一个人的灵，互听的受教示，互传讲的人受教示。互听的人得蒙恩典，互主你家己的道，伫讲甲听的人当中，拢互阮同齐对你得到活命的清气、更新，并你应允尊敬你话语的福气。当心恳求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咱三甲做伙伫这个教会来组织，人的心中有真侪咱的想法，也有真侪过去咱的作为。总是真侪上帝的儿女，咱并未伫一暝当中，咱马上改变，变做和昨无共款的迄个人。伊有缘共款，面有条纹；伊有缘共款，头毛白白；伊有缘喙齿无过生新的出来。这拢总是咱的活命内底实实在在的。检查伊的心思意念，会有一时的会改变，但是真侪时阵，迄个老的我、本性的我、罪恶的我，抑阁会醒悟过来，甚至真大的困难，要甲新的即个人甲伊吞食、拆食落腹。所以，咱今仔日来看，当上耶稣基督伫迄个所在，甲福音来传互遮的学生。了后，伊上天以后，伊伫迄个所在，倒转去到伫天顶，总是伊将着权柄赏赐，互遮的学生，伊并且互圣灵来到伫这个地面上，安尼教会是伫人的治理内底，是伫咧倚靠圣灵的言语、圣灵的同在来更新。路加用真济的篇幅来介绍这样代志，来述说。来描写、来说明，
主要的目的是咧记载伫早期的教会这的门徒，因怎样伫圣灵的引带下面。请注意，毋是因会拍拼，毋是因的策略，是伫圣灵的引带下面。了后伫耶路撒冷、犹太甲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来传福音。因要传这个代志，必须要大声家己有领受过。所以伫这当中，渐渐对着犹太教因所认捌的独一的上帝，并且独一的上帝所应允的救主，以及救主上天以后应允圣灵来到伫地面上，这个代志，三位一体主上帝。伊怎样伫其中透过旧约来到伫基督成就救恩，一直到圣灵降落来的时阵，教会怎样伫迄个所在来见证这位三位一体的主上帝？虽然伫迄个时阵，真侪人真烦恼、真看心、真惊因的政权会受到影响，总是路加伫迄个所在写这个批来互这个当时的一个官员。这个官员伫迄个所在，伊甲伊讲：提阿非罗大人，我已经写了进前迄本册，就是《路加福音》。伊今仔日又个详细甲伊代志，拢对头到尾甲伊考察过了后，来着提阿非罗大人讲：今仔日上帝话语，毋是要来颠覆一个政权，是要更新改变、祝福这个社会，互这个社会会当行公义。熬怜悯、存谦卑的心，甲上帝三角同行。人若遵守这个话语，人若真正做一个君王，会当为着百姓来设想，你何妨烦恼？这个教会会对你产生什么款影响呢？伊毋是对你反抗，伊乃是伫迄个所在，将着你治理的能力扩张，要互你的治理。搁较因为你的治理，互人得到祝福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人伫当中遵行上帝的话语，这个国、这个百姓，就会伫其中来领受祝福。但是，若是伫迄个所在，将着百姓当作奴隶咧使用，安尼这个话语、上帝话语，才会正做迄个国家的反面的影响力。因为上帝话语是要让人得到自由，是要让人得到福气，是要让人得到更新。使徒行传大概当分做三部分，你伫一个所在来述说，伫迄当中的地区有关系耶稣基督的福音，一直迅速的传开，并且有真济教会来得到建立。这三大部分大概咱会当安尼解分：第一。耶稣基督上天了后，伫耶路撒冷的活动，伊伫迄个所在来着门徒显现，来互门徒真清楚知影，伊是迄一位对死搁活的主。过去的时阵，有真侪人问讲：耶稣基督是安怎无爱着遐无相信的人显现？请咱斟酌注意一样代志，遐无相信伊的人，未必然。捌听过耶稣基督的名，因无一定知耶稣基督是啥。但是这门徒，逐个人拢甲耶稣同齐做伙徛起过。所以耶稣基督对死搁活着因显现，因真清楚知影耶稣基督捌活伫因当中，也真明白看见耶稣基督受钉死伫十字架顶。了耶稣基督对死搁活来证明伊是活命的主。赢过死亡，是因为伊无犯罪，所以伊着门徒来显现，毋是着所有人显现。因为遐无认捌耶稣基督的人，若看到耶稣基督对死搁活，伊检测伫迄个所在，嘛毋知耶稣基督是啥。出现一个三分人伫其中，了后耶稣基督甲伊讲：我已经对死搁活。迄人讲：无你是安怎？所以。若是对着遐无相信伊的这官府、这人员伫当中来甲伊显现的时阵，基督的身躯必须要上到天顶，因为伊是初识的果子，对死搁活到永远的迄个人也是神。伊是初识的果子，伊必须要甲家己献互上帝。当伊
伫这个地面上任务完成，伊就转到父上帝遐，佮再来的时间就是圣灵同在的祝福。所以迄个是无共款的。伫这当中呢，耶稣基督上天了后，伊伫耶路撒冷啊，即个百姓因的活动就是见证基督对世个话。第二，着犹太人甲撒玛利亚全地的全境来发展福音，对着耶路撒冷犹太全地一直北起了，不断来伫迄个所在发展，更加进一步，一直到欧洲地中海迄个所在发展，一直到罗马去。所以使徒行传当中有一个真重要的特征，就是圣灵的工作。圣灵的工作，圣灵的工作，来甲咱身边的兄弟姊妹讲，圣灵的工作对咱极其重要。甲伊讲，今仔日人的社会内底，真侪人咧修行，但是修行的时阵会变做一个真大的苦楚，总是倚靠圣灵，互圣灵徛起伫咱心中的时阵，圣灵会引带咱讲该讲的话，甚至就是咱因为专心倚靠圣灵，愿意甲圣灵三甲同工，圣灵拢会甚至伫咱冤家的时阵，咱彼此冤家的时阵，圣灵拢会伫其中来引带咱。一个无真阳光的见证，但是我甲各位报告，我家己本身是一个真受压抑的囡仔。虽然到今仔日我已经60岁啊，总是呢，我到昨做日的时阵，我才真正了解一个无合乎上帝的意念、修行。忍耐，造成伫伊活命当中的困迫甲压制有偌大？一直到我60岁将近的昨做日啦，我才了解这个代志。迄一天的时阵拜祀，顶礼拜祀，牧师娘因为咱遮有台南市众教会的聚会的一寡牧者伫咱遮做伙祈祷，每一个礼拜是早起的9点半到10点半。迄个时阵，牧师娘咧款中昼的遮个便当想讲敢若有便当有较少，因为天气原来冷，所以就想讲来煮一个烧汤。了，伊就甲我讲牧师，你敢会当落去？伫个所在哦，因为迄一天的开会，就是遮个核心当工的开会。伊就请我去伫迄个所在，甲桌摆互伊平，拍互伊好势。了，伊佫甲我讲一句话：你时间若赶倒毋免。但是我做一个基督徒，我佫是牧师，我佫是因翁，所以我就伫迄个所在吞忍忍耐落来，就牙齿紧加咧，我就来甲桌摆互好。我再来看时间，佫5分钟，气毛子有够歹。是安怎会气毛子足歹？因为我望聚会的时阵因为我是主席，所以我就无望讲我聚会的时阵上晚落来。所以迄个时阵我就想到牧师娘一句话，伊就甲我讲你爱认真自由做你家己。你若做无自由做你家己，活甲遐尔艰苦，安尼你毋好活甲遐尔艰苦。你爱自由做你家己，爱做互伊欢喜。我就是掠掉一句话，我就心肝足硬，我就对3楼爬去4楼，我就牧师娘伫迄个所在讲即个代志。我伫迄个时阵讲到我家己气噗噗。了的时阵，牧师娘甲我讲一句话，拍着我的心肝。伊讲牧师啊，你真吞忍，真用心，真疼惜我。总是你的疼惜吞忍，并无甲伊消化掉去啊。等你接到上路尾的时阵你才来甲我拍赢。你的吞忍，你的忍耐，到伫路尾只是变做一粒更较大的炸弹蹦出来，安尼你的吞忍有啥路用？我迄时阵才雄雄醒悟过来呢。原来我的吞忍其实是无路用的呢。
我只不过是咧甲迄火甲伊缀落来。所以迄一天，我牧师娘有真侪对话，对话到落尾手的时阵，我到迄一天的阴暗，我才真正得到透放。你知影，活到60年哦，我才对着迄个受压制的灵内底得到透放。对迄一天礼拜四的阴暗，我才真正认捌我家己。原来我并无影真正来疼惜牧师娘，疼惜我的查某囝，甚至真有可能我其实对兄弟姊妹的疼惜，现在也是出自因为我是一个牧师。所以迄一暝，我有得到一个真大的醒悟，清醒过来。也伫迄一暝，我才真正得到透放。我爱真正感谢牧师娘，因为伊伫疼内底包容我，互我会当甲伊对话。伊并且看清楚我这个人，指出我内面真正的问题。我要甲各位讲，这就是圣灵的工作。因为伫迄个时阵，我甲上帝祈祷这项代志。主啊，我真正无爱做一个虚假的人，我望会当活出真正的我，但是我必须要活得快乐。我真正会当原谅，真正会当宽容，真正会当接纳，就亲像你接纳我共款。所以，迄个圣灵的工作伫活命内底，对我产生一个新的改变，新的精神。我得到一个真正的接纳。得到一个真正的疼，不但是对着牧师娘得到疼，也对着上帝来得到真正的疼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这是圣灵的工作，不是修行，是上帝知影我的苦情，了解我的问题，伊甲我换一粒石头的心摕走。赏赐予我一粒肉的心，真正活我的心。圣灵伫五旬节迄一天降临伫门徒的身上，伊强化整个教会以及教会所有者领袖。伫使徒行传内底记载真侪重大的事件，显示这所记载的资料影响初代的教会，甲教会团契的生活。请注意。是上帝的灵，不是人的假使。除非这个人领受圣灵的同在，若无这人所讲的言语，就真容易沦落成做伦理的教导。但是上帝的话语，唔单单是伦理的教导，上帝的伦理、上帝的话语是活命的泉源，上帝的话语会当静影人的心。圣灵的工作会指出，会光照咱内面的黑暗，互咱重新开始。使徒行传主要的特征内底是讲到一个基督救恩，上帝借着基督所成就的救恩，透过圣灵运行伫其中，上帝和圣灵来引带教会来向前行。这本册内底的主角有两个，一个是教会，一个是人物。那用教会来分，就是耶路撒冷教会，伫这犹太基督徒因的教会所发生的代志，因带来一个精神，因带来一个能力，伫圣灵对因的指示内底，因开始甲福音北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，就亲像对台南、对台中一直起哩，到伫台北家人了，因阁搬山过海过去，一直去到伫菲律宾，去到伫中国，去到韩国，去到日本。若是用到人物来分，就是分做彼得甲保罗。耶路撒冷教会当时的领袖是彼得，所以头前迄大部分拢是彼得的服侍的记录以及伊的工匠。但是过了第8章以后，伫迄个所在，就开始出现一个叫做保罗。这个保罗伊伫迄个所在，
一直行，一直到福音传到伫安提阿教会，到伫北部的时阵，迄间外邦人的教会开始真做，因效法耶路撒冷，真做一个宣教的教会，并且因是外邦人的教会哦，以前是拜拜的哦，但是因开始认捌耶稣基督，知影圣灵的工作，因着顺探基督，照上帝话语，开始显明宣教福音的重要性。这本册也是记载上介济的这个讲道的记录。伫这本册内底有彼得的讲道，有这个腓力的讲道，有保罗真济的讲道。所以伫这讲道内底带出了活命更新。咱的活命更新是出自上帝对咱的疼。咱超找平安，超找稳定，是因为上帝伫咱的活命要显明。所以咱来就近咱的主，咱就对着主，因为伊的话语来得到改变。这本册是记载上介济的讲道的一本册。所以亲爱兄弟姊妹，不是牧师的话，不是人的劝勉，是上帝的话，才会当改变你的生活，改变你的活命。来，甲咱身边兄弟姊妹讲，上帝的话改变咱的活命，改变咱的生活。甲伊讲，是，这是上帝会当做的。当圣灵伫咱当中做的时阵，所以这本册也称作。虽然表面上来讲，或者使徒行传，但是实际上，更较侪解经家、更较侪历史学家内底，因伫其中看到一项代志，是圣灵运行伫人的内面，人才有能力做工，所以伊也称作圣灵行传。到教会使徒相信受洗圣灵外邦人等等，拢是这本册内底咧讲的。这当中是透过道上帝道改变。教会更新使徒，互人相信，也影响外邦的人受洗，因为有圣灵的运行，所以外邦的人会当继续领受犹太人所领受的救恩。所以这本册内底大概有这几个字会定定重复出现。使徒行传内底中心一个介重要的一节的经文，就是人倚靠基督所差遣来的圣灵了，你会有能力。做上帝欢喜的工，对着你的本家本族，了开始到你的同事朋友，一直到你将来会当出去宣教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这是上帝做代志的方法，一定是我这个人，你这个人，大心受更新改变，你会传福音，就会有能力，就是更较大，比你权势更较大的人，你犹原有权柄对伊讲话。基督的应运成就，基督上天了后，圣灵降临落来，开始做真济这工作。约翰福音伫迄个所在来记载，耶稣基督讲：我去的时阵，伫这当中来对恁伫迄个所在，圣经伫迄个所在，伫遐讲，基督降临落来，你会通看见。当圣灵降临落来的时阵，彼得甲约翰因开始带来真济改变。当迄一日，因去到圣殿的时阵，看到一个出事的人，伊就是摆骹的、变碎的、无能力来行路。迄个人已经有40岁啊，但是彼得甲约翰伫迄个所在对着因讲，对着这个人讲，金甲银我拢无，但是我奉主耶稣基督名，互你起来行。迄个人真正起来行，了伊就欢喜伫迄个所在来见证耶稣基督的名。总是公会的人。因伫迄个所在，也有宗教解说权的遐个人，但因无相信、无承认耶稣基督。因伫迄个所在拜贴耶稣基督，但是迄个人讲，我实实在在就是互彼得、约翰奉耶稣基督名来医治我的。公会人无话通好应，所以因就伫迄个所在看到一个真重大的代志。因认出来，看出讲，因原本就是遐无学问的小民啊。因无读过啥物册，因无受过啥物这律法书的教导，但是哪有这个能力呢？所以因就非常的稀奇，因就认明，因对这个代志内底看出来，
因为因原是无知无学问的小民，所以伫这当中，因明白。但是咱斟酌注意看，基督的应允是怎样的一个应允？基督的应允，伊伫迄个所在讲，耶稣基督捌伫马太福音讲，恁受交去官府的时阵，毋免烦恼讲怎样的话，也是讲什么话。因为伫迄个时阵要想说恁应该讲的话，毋是恁家己讲的，乃是恁爸的灵伫恁内面讲的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圣灵甲咱同在何等的重要？咱无一定有法度辩驳过遐个朴素，咱无一定有法度辩驳过遐个世事，咱无一定有法度和人辩论赢过。但咱若是虽然是一个无知的小民，但是咱会当因为被上帝的灵伫咱的内底。连君王都拢爱听你的话，因为迄个伫你内面的咧对伊讲话，毋是你，是伫你内面的迄一位基督君王对世各外主上帝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会当明白。第二，教会因为圣灵来更新，人因为圣灵徛起伫内底，所以有法度互代志愈来愈好。这个善。毋只是讲到伊的良善，是讲到伊的内底的质是会愈来愈好，伊的活命会愈来愈更新，并且因为圣灵的安慰，咱人会当伫其中来得到祝福。使徒行传内底讲，因每一日同心合意，行切伫上帝的殿内底，并且伫厝内底擘饼，存欢喜的心、诚实的心做伙食饭，因学了上帝，因得这人的欢喜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主就将得救的人业日日加添予伊，主将得救的人业日日加添予伊。使徒行传路加做一个结论，讲因是安怎，上帝会当将得到救的人日日加添予因呢？是因为因伫当中送因，互因每一个人拢有一张毛彩卷吗？是因为伫因当中讲好来，每一个今仔日来的。拢送伊一台电锅吗？毋是呢，教会日日会当成长，其中的一个结论是啥物货？逐工同心合意伫上帝的圣殿内底，因每一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特别咱伫线顶收看直播的兄弟姊妹，牧师真爱甲你讲，瘟疫是对上帝的手偷放出来，你莫惊瘟疫。你莫惊瘟疫，你真正莫惊瘟疫，因为瘟疫是爱听上帝的话。今仔日当世间的人遐尼济，检菜无听到，咱家己嘛去餐厅食饭呢。咱着去餐厅食饭，着毋惊瘟疫；来做礼拜，咱着惊瘟疫。哦，这嘛是真趣味的代志，咱会当思考看卖呀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每一日来到上帝殿中的时阵，咱知影。这其实就是一个见证。每一个礼拜日来敬拜上帝，对你的朋友、亲情、兄弟姊妹，拢是一个见证。我相信上帝伫伊的圣殿内底，阿门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因伫上帝的殿中，毋是哀哀哭哭；因伫上帝的殿中，因伫迄个所在三甲做伙欢喜。不但是安尼，因开放因的家庭。因互因的家庭内底三甲做伙伫遐做伙食饭，伫初代教会一寡人因的厝较大间，因就会当开放因的家庭，因并且伫迄个所在为人备办食物。伫咱教会过去的时阵，咱嘛定定有即款的情景，咱就是一家带一菜，同齐做伙，同齐来用餐。牧师带一个小组，嘛敢若带一个小组，或者菜市啊小组。菜市仔小组每一个礼拜四阴暗8点开始聚会，兄弟姊妹各家各业对着伊的家庭内底，因拢会炸一寡这物件做伙来食，无鲍鱼，嘛无龙虾，嘛无鱼翅，拢总无，就是一寡汤仔饼。但是大家做伙三甲做伙用三甲做伙分享开讲，同齐伫迄个所在，互心甲心相对。透过彼此分享、互相祈祷，互咱会当伫上帝家庭内底享受这一份的疼。同齐做伙学了上帝，毋敢若是安尼，因为因这款欢喜诚实的心，因会教会周围，
拢知影，即间教会无共款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教会成长是因为彼此同心相挺，是因为学讨上帝，是因为对着厝边有关怀。这是教会成长，毋是策略，是迄一份的疼，吸引人来到咱的身边。教会若有疼，上帝就会带伫其中。愿上帝保守帮助咱，因为因同心合意，疼上帝，疼人的教会。咱的教会核心价值的第一项，就是疼的教会。咱一定爱疼上帝，爱疼惜厝边，疼惜咱厝内底的人。安尼，咱的教会以真自然会伫上帝疼内底产生活命，会吸引咱，互人来就近这一份疼。马可福音9章33节到34节，因伫甲伯农，耶稣伫厝内底问因讲：恁伫路恁议论什么话呢？门徒无出声，因为因伫路恁彼此争论，啥人最大？你知影？即间教会的兄弟姊妹，过去因是咧做啥？因是彼此互相伫咧所在争看啥物人较大呢？但是因为圣灵的降临，圣灵的同在甲更新，即间教会成做同心合意、彼此相挺、敬拜上帝的教会。也只有伫敬拜上帝的时阵，只有彼此相挺的时阵，咱才有法度证明咱是咧敬拜上帝。我阁讲一解，只有伫咱彼此相挺的时阵，咱才会当讲。咱是咧敬拜上帝，咱若无彼此相挺，敬拜上帝就是假的。只有伫敬拜上帝的时阵，只有咱彼此相挺的时阵，咱才会当讲咱是咧敬拜上帝。咱一定爱甲这个代志记起来。我即一个过年的时阵，阮家族聚会。了，阮大兄甲我问一个问题，伊讲吼，教会会当去庙埕举行布道会无？我甲伊讲，这绝对会当啊，甲袂？真侪教会拢嘛照庙埕咧做布道咧，啊，佫有真侪人信主咧。哦，阮兄哥甲我讲，对，伊就甲我问一个代志，安尼，教会敢会当照互庙的来路用来起价？会当袂？袂当？恁这教会足奇怪呢？干那要甲人用庙埕，啊，恁教会也冇用，安尼咧？阮兄哥啊，甲我讲啊，伊一个同学啊，拢照庙埕咧报道，迄庙埕足大嘛，因教会细细啊尔。啊，庙埕足大，啊，所以拢照庙埕咧报道，啊嘛真侪人来哦，啊嘛有真侪人信耶稣哦。人迄庙的人讲安那呢？无要紧，因要信啥，因就信啥，信仰是自由的嘛。所以哦，因去庙埕报道，啊嘛有真侪人信主。尾手的时阵，庙公哦，甲伊讲，牧师啊，啊恁教会定定照阮的庙埕咧用，啊，阮有一工哦想讲吼，无恁。礼拜堂敢会当招阮？阮的生命来恁遐看会起价袂？迄牧师吼，听者怎啊硬硬呢？你知无？尾手转来祈祷，尾手转来吼，甲遮中集祈祷。尾手因真认真拍拼祈祷呢。祈祷伫到一个步的时阵吼，因内底有平安啊，因全去甲庙公讲啊。讲哦，阮教会会甲椅仔吼拢刷开，搬出去外口，啊，恁神庙会当关入来，啊，恁伫个所在起价上当，上帝讲会当，你着真正甲神桥关入来呢，了开始伫遐做法，8点钟，袂起价就是袂起价，尾手的时阵吼，怎啊拧出去，讲啊牧师后盖阮无爱来啊啦，
亲爱兄弟姊妹，你会记哩一个代志无？你教会若强盛，你会记哩古早的时阵，乃縵将军有无？唔系，非利士人将上帝约柜有无？放入去伫因的大军神庙内底。因想讲吼，神逐个神嘛拢共款啊，非利士人是安尼认为啊。结果因甲迄个上帝约柜放入去伫大军神的庙内底。第二天过工早啊起来的时阵，迄个大军神是用石头刻的呢，一身铜身呢。了，家己毋知安怎走啦吼。伊人讲约柜放伫遮呢，迄大军神迄规身啊，嘛是甲上帝的约柜放共平，你知无？结果第二天起来的时阵啊，迄石头啊啦吼，早去走去头前啊，趴伫遐，啊跪伫上帝约柜头前呢，石头呢。哦，毋知迄一天是毋是地动啊？安怎样啊？非利士人讲啊，无咱搁家请倒转来，搁家菜哦，一身搁菜伫遐。结果搁过一天的时阵，搁家看的时阵啊，大军神的头安怎转去啊，趴伫耶和华上帝约柜头前。咱的上帝诚然是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，万神的神。阿门。拍把我将荣光归于上帝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一定爱知影，咱所相信的是啥？瘟疫袂当大过上帝。咱的活命毋是瘟疫咧决定的，毋是疫苗咧决定的。我相信咱的生命是上帝咧决定的。所以求主帮助咱，互咱会通明白。迄个时阵，犹太、加利利、撒玛利亚各教会拢得到平安，受建立。因伫当中，因为凡事敬畏上帝，所以因就蒙圣灵的安慰。人生内底会拄到真济风风雨雨，但是请咱会记哩，我若敬畏上帝，上帝的圣灵就会互我舒适。安慰这个字，毋只是敢用言语去讲一个人，去安慰伊的心，毋是。安慰这个字是上帝的灵，互你会当感觉舒适。迄个感觉舒适，检采我足艰苦，足艰苦。人讲真济话，毋望互我会当好势。就亲像你碰见一个物件去，了后时阵，人就甲你讲，迄手机啊碰见你，搁买就有，你就甲伊讲哦，啊，毋是啦，迄个毋是迄个手机啊会介绍的问题，内底我足侪相片拢伫内底，你敢若有伊的记忆，有伊的回忆，所以伊毋甘艰苦，你就甲伊讲啊，上帝赏赐互你一台新的，上帝会后盖搁找着有安那，然讲规步。哦，伊就是无受安慰。但是听下到伊伫迄个时阵读到一句话来讲，万事互相效力，互听上帝的人来得到益处。你只管听主上帝，伊的心受安慰。原来我已经互迄个手机啊，大过我对上帝的倚靠。上帝讲，逐项代志伊会互相来，互相去。但是咱若听上帝。安尼，伊就会得到上水的祝福。上帝会甲将上歹的代志，互伊变做上大的荣光。人的心伫迄个时阵受安慰，所以伊就无搁再挂念迄个手机啊，也为着迄个手机的相片来感谢上帝，讲主啊，感谢你的听，因为你将着遐个代志来甲伊更新改变。所以，伊伫个所在来领受上帝的疼痛甲祝福。来，亲爱兄弟，鸡卵糕慢请传的无要紧，好无？谢谢。伫主的疼内底，了后，这个人伊伫当中领受上帝话语安慰伊的心，伊无搁再挂念伊的手机啊，无搁再挂念伊的相片。
伊的心甲上帝对峙，你知影？一个月以后，伊的手机啊，互人找倒转来。你知影？只有这，咱才会知影，只有这圣灵的安慰。上帝透过这项代志，互我、互咱看到究竟我是咧为什么代志？什么代志是我生命当中我认为伊上介重要的？所以，人若是敬畏上帝，敬畏毋是干那惊吓，敬畏的意思是相信上帝有绝对美好的安排。上帝互什么代志发生，我伫迄个代志内底，我永远无抵到埋怨上帝。我伫迄个代志的时阵，我永远相信上帝有上水、上好的旨意。只有这敬畏上帝。当咱安尼敬畏上帝的时阵，咱的心就会得到安慰。圣经继续讲，因为主把咱吩咐阮，讲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，互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。外邦人来听到这话，因就欢喜。教会伫当中的增长，另外一个代志，是因为上帝立咱做外邦人的光，互咱施行救恩，要互外邦人欢喜。今仔日就是因为这人因尊敬上帝话语，所以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才是外邦人，咱毋是内邦人呢。咱是犹太人的口中当中的外邦人，咱伫上帝救恩是无分无野、无受纪念的。但是今仔日，因为因这人听叹上帝话语。因就伫迄个所在，将着救恩来着别人分享，所以咱会得到救。咱有因为安尼来感觉非常的欢喜无？亲爱兄弟，感谢上帝对19年202122，今仔日已经到23，2023年的时阵，经过。已经对1993的时阵，已经经过3年外。咱教会伫这3年外内底，用要讲所有的福音事工，除了社区事工以外，以及咱圣安圣教会开拓以外，差不多其他的事工拢是停咧。宣教的事工是差不多拢总停咧。但是今仔日，咱感谢主，伫伊的疼痛照顾内底，愈来愈平安。愈来愈透放，所以咱也伫今年的暑假，希望会当重新启动，开始咱的宣教事工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请你为着这个代志祈祷。目前咱已经开始甲婚林关一个古林教会的接洽，希望咱也有机会去伫迄个所在伫庄卡来甲因分享、探访关怀。伫古林教会，所以咱亲爱兄弟姊妹，古早的时阵特别捌去过圳头坑教会的这兄弟姊妹，这个杜牧师也伫迄个所在邀请欢迎，也请咱大家为着这个代志来祈祷，互教会继续会当成做一个传福音的教会，就亲像初代教会所做的，咱嘛安尼做，对安尼见呐。有定得到永远活的人，隆重的信。咱会伫这个事上，甲基督三甲做伙有份，传恩言，报好消息，毋是去责备人的罪，是将上帝救恩甲因三甲做伙分享。一个人若得到疼，伊的活命才有改变的可能。你讲我真济毋对，我嘛改变袂过来。但是因为你接纳我的转述。我开始会因为你的话来更新、来改变，这是咱人内底一个真大的属性。有一个囡仔，伊一直伫礼拜日以后，伊拢会出去奔福音单场。迄一天的时阵，伊对教会散了，伊就甲因老爸讲：“爸爸，我要出来奔福音单场。”因爸爸妈妈讲：“今仔日落雨，透风落雨遮尔大，你免出去。”伊讲：“爸爸妈妈，我
伫主日学内底，迄个囡仔12岁、11、2岁尔。了后，就伫迄个所在讲，爸爸妈妈，实在讲，我伫主日学内底受到的教育内底是，到透风落雨，并未互人停止沉沦入去地狱。这个囡仔安尼讲，透风落雨，地狱的人嘛是有一寡人安怎继续沉沦入去伫地狱内底。世间人未因为透风落雨，所以未落落地狱。因爸爸妈妈讲好，啊无你去分。所以这个囡仔就摕一沓的福音单张，摕一沓福音单张，伫因的社区安尼一直分，一直分。分来分去，分到尾哦，伊剩一张啊。剩一张的时阵哦，煞怎啊？都看到拢总分了啊，伊就去继续行。剩一张，伊嘛要甲伊分回了就对了。了后伊就去一个人因兜甲伊饲电铃。啊，但是迄电铃啊，饲足久啊，饲拢无人来开啊。迄个囡仔就摕即张福音单张吼，要去走，要离开，要去别，搁找看有其他。毋过哦，伊一方面哦想着风雨遮尔大，啊，搁举目一个看吼，迄个厝吼拢总无看，无看其他的厝，伊就搁翻头倒转来。伊想无定迄个人吼，无定即摆吼已经要出来吼，要来开门啊，所以伊就搁倒转来，搁试啊。即个试一个时阵啊，真正一个老阿姆啊吼出来试啊开门啦。伊开的时阵吼，啊了伊就摕福音单张吼，伊甲伊讲阿姆啊，哦你平安哦，啊这我是教会哈，福音啊一个啊，阮是教会啊，阮教会伫咱社区这较过遐尔哦，我即张福音单张互你啦。哦，啊了后，迄个阿姆啊看到这个囡仔哦，安尼落雨得地的时阵哦，啊搁安尼好，遐欢喜安尼来甲伊讲啊，我只是要甲你讲一个代志啦吼，耶稣真正是足疼你的啦吼，啊所以伊就甲伊福音单张互伊。迄个阿姆啊吼，但看到这个囡仔吼，啊了伊就转去，吼伊就讲，吼讲多谢哦，小朋友真多谢你啦吼，啊伊就甲伊讲，啊了迄个囡仔就转去，足欢喜，非常欢喜，因为伊甲一沓的福音单张拢分了。哦，虽然即间吼，甲因社区各有离淡薄仔咯。后一个礼拜的时阵哦，聚会煞牧师伫个所在讲，来今仔日毋知咱有新来的兄弟无吼？了后坐伫礼拜堂后壁迄个所在，一个阿姆好，规个面阳光啊吼，欢喜坐伫遐。了后迄个阿姆啊吼，伫迄个所在，伊就举手起来，啊了牧师就甲伊讲，哦，真欢喜，你今仔日来啊，咁你会当了啊，家己介绍一下吼，请问你贵姓大名啦吼？了迄个阿姆啊就讲，牧师，我敢会当讲几句话啦？牧师感觉吼，真特别咯吼，伊就讲好，无请你讲啦吼。伊就甲麦克风举过来讲哦，我顶礼拜的时阵吼，因为阮先生吼已经过往去，我感觉吼，我的人生无圆满。阮先生过往一阵仔时间，但是我愈活愈无圆满。我感觉吼，这个世界无人关心我，无人疼惜我。虽然我的厝真水，我嘛有一寡菜园啊，总是我过了无快乐。顶礼拜的时阵啊，我其实已经准备说啊，绑伫迄个鸟的迄个所在，已经准备要钓到啊。但是都有人来饲电铃哩，我哦，就伫迄个所在哦。紧诶，甲物件款款愈愈诶，捡好势，因为人来饲电铃，我就想讲啊，无人甲我讲话啊，无朋友，阮翁婿伊诶朋友嘛拢总无去啊，所以我就已经想要死啊。但是都有人饲电铃，好一直饲，我就想讲吼，安尼好，所以啊，伊就对迄顶悬哦，伊啊遐呢，已经吼拢用好势，啊，搁甲伊偷落来，吼，紧诶，甲伊放伊边啊，吼，啊，甲按起来。结果我看到一个囡仔哦，伊来甲我讲一个代志，讲阿姆啊，我平安哦，我只是要甲你讲哦，耶稣真正足疼你啦。所以，迄个阿姆啊，看到迄个囡仔，伊就甲即个福音单张摕过来，伊就伫迄个所在看，伊就伫迄个所在感觉讲，原来抑阁有一位耶稣疼你。上界无即个囡仔，伊安尼透风落雨，佮摕即张单，干那甲讲一个代志，讲阿姆啊，我就是干那要甲你讲，耶稣足疼你诶。哦，迄个阿姆啊，哦，心肝足感动。所以伊讲哦，我对安尼顶礼拜，我就决定。今仔日一定要来恁这间教会看卖，恁这间教会是咧创啥会？伊就来啊！亲爱兄弟姊妹，
这个代志我听讲是伫日本的教会实在发生的代志，甚至网络顶面也阁有人家画做网架。伫 YouTube 内底你会当看到这个物件。听讲是伫日本的教会真实发生的代志。我要甲各位讲的这样代志，是当咱加一份听，加一份关怀，咱会当伫迄当中，互这个世界变做好。上帝的圣灵，唔单单是甲大人同在，上帝的圣灵嘛甲这个囡仔囝同在，凭着一份内心的感动。伊愿意带着这份疼，就因为这份疼，甲一个人对自杀死亡的捆绑当中，甲伊带出来，互伊人生改变，互伊有永远活的愿望。这是教会，圣灵同在的教会。咱三甲阿头来祈祷。主，阮的上帝，阮伫这个时阵仰望你的听。唯愿你伫阮当中，照着你的恩典甲疼痛运行伫阮的内面。自初代教会安怎样啊彼此相听，因用相听来证明对上帝的敬拜。今仔日阮来仰望你，帮助阮，圣灵啊，阮恳求你来透放阮内心所一切的捆绑，互阮因为上帝的圣灵的同在。阮受更新，阮带来愿望，阮带来权柄力量，因为你的信息甲阻碍，互阮行伫真理的光中，互阮甲上帝你三甲同心来行，通互上帝你的圣灵运行伫阮内面，真侪阮上水真实活命引带者，互阮顺探圣灵。来得到永远活，不但是阮家己得到永远活，就是听阮的人，也因为阮听你，因也会当听你来得到永远活。同心恳求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毋知今仔日咱有新来兄弟姊妹无？是无咱欢迎吼张典教牧师吼。咱黎明教养院张典教牧师，咱该拍波欢迎哦吼，来。等一下，请坐一来，来。麦克风拢举起啊，有声来，一个。典教牧师吼，我请你报告几分钟好无吼？咱今仔日吼。今仔日典教牧师对花莲黎明教养院来到咱当中，因为因黎明教养院有饲一寡生卵鸡，总是呢兄弟姊妹放假，但是鸡继续咧生卵啦吼，所以黎明另外这兄弟姊妹因饲这鸡卵吼，就是要支持教养院的事工，所以预备介绍检查甲市面上无啥相像，总是呢咱甲时间交典教牧师来甲咱介绍吼，谢谢。各位兄弟平安，感谢主吼，互我有这个机会来到贵教会来分享来报告，简单报告啦吼，以后有机会再过来详细报告阮黎明教养院的事工。黎明教养院已经成立已经45年啊，到今年吼45年啊，1977年开始，专门阮拢收容一寡身心障碍啦，我们是身心障碍的一个收容机构，就是一般咱古代讲的拢是一寡戆囡仔啦，戆囡仔，有一寡欠缺的囡仔安尼。我今日查来这个产品包括卵，还有一寡阮有庇护工厂，就是训练这个囡仔的工作能力的一个所在，庇护工厂。因做一寡糕饼来甲大家分享安尼。简单讲，阮目前阮的员工大概有140个，照顾200几个，包括社区一寡身心障碍的对象无简单这
我5年前才去教养院本来过去20几冬拢伫台北北区第牧会5年前才去教养院去机构的服侍，甲伫教会服侍有小可无相像，因为来到教会至少大家拢是兄弟姊妹，无就是牧道友来到教会，接触的人就是安尼。但是去到机构咧教养院，除了这身心障碍这院生这对象以外，阮的员工有60%还未信主，拢无信主的嘛是爱家关心，爱家照咱的信仰来家关心，嘛爱借机会来甲因传福音所以讲有影祈祷，有影祈祷，教养院嘛有一天会当基督徒愈来愈侪，毋若是这员工来到教养院来工作，而且会当听见福音、接受福音安尼这身心障碍的，毋若是得到这专业的照顾以外，嘛会当听见福音，伊的人生会当改换安尼好，以上简单报告，谢谢。好，感谢牧师，谢谢。好，感谢主。所以呢，咱会当透过这购买这个教养院的产品来支持这个事工，愿上帝亲自纪念每一位亲爱兄弟姊妹的疼心加祝福。咱这是三甲做伙用感恩的心，同齐来奉献，互咱伫做面前，真正亲像诗歌讲，是主我献上我的人，献出我的心，一生做你的路用。三甲起立，同齐来奉献。到你面前，献上我的人，献出我的心，深深思慕你，诚心敬拜你，常常学了你的名。主耶稣，我要来到你面前。愿全能的主上帝亲自接纳你所有一切奉献，愿意因为对你的接纳，将到逐样属灵的福气地上的丰富，这更较侪加添赏赐予你甲你的全家。愿圣灵伫你的心中运行，赏赐予你快乐，予你会通顺探伊的话语来行，叫你一生的年日，你所行的道路。得到伊恩典的光照，互你手中所做的尽拢善良，望主欢喜。互你的脚行伫永远活的路，直到将来进入上帝为你所备办的家，甲伊三甲做伙享受永远的荣光，直到世世代代无穷无尽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
今仔日咱台语堂的聚会到这告一段落，上帝祝福大家平安。